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6年1月31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米迦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，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领受改变。咱昨讲到这个基督徒都爱追求公义，迄个公义是上帝的公义。就是上帝予世间人，特别是伊所拣选的人的命令，是爱基督徒去遵守、去听人、去实践上帝的公义，爱无贪财、无陷害人。这个上帝的公义是爱努力去做，伫迄个上需要人的心上，毋是迄个追求一对一吼，伊要爱接，我嘛要爱接这种的公平，这种制度式的公平，毋是公义啦吼。先伫米迦书第3章第1节到第4节来传讲到上帝的命令，互这个以色列人伊安尼讲：我讲雅各的首领，以色列的官长着听，恁敢毋知什么是公平？恁厌恶良善，意爱邪恶，剥削人的皮，剔人的骨。你食我的子民的肉，剥因的皮，讲断因的骨头，剁一块一块，亲像在烙鼎煮的肉。有一日，恁要求叫上主，毋过伊袂应答恁。迄时，伊会面越走，毋插恁，因为恁有做邪恶的事。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因失去迄个起初的疼心，袂记这上帝的改变，厌恶良善，却介意邪恶。上帝差遣先知来提醒因。耶稣的温度中间，并毋是每一个人拢是上好的。有惊吓唬人耶稣的，也有贪爱钱财出卖耶稣基督的。今仔日的经文，约翰福音13章31节到35节，记载着犹太确定要出卖耶稣基督的时阵，真讽刺的是，耶稣基督迄个是拄咧教导其他的门徒新的改变。这提醒咱基督徒都爱时刻记牢主的改变。经文的记载咧讲，犹太出去了后，耶稣讲：人子已经得到荣光，上帝嘛通过人子得到荣光。既然上帝通过人子得到荣光，上帝家己嘛要荣耀人子，佮要对时时互伊得到荣光。世界，我甲恁做伙剩无偌久啦，恁会找我，照我捌犹太人讲，我甲恁讲，我要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我要互恁一个新的改变，恁着三听。照我听恁安尼，恁嘛着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门徒。如果是主的门徒，就必须爱遵守主的改变，因为安尼才会当见证咱是主的学生，求主帮助咱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的人会当住伫你的宝贝？什么款的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话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也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、诽谤厝边。伊的目睭藐视做歹的人，毋不尊重敬畏上主的人。伊咒詛虽然家己吃亏，嘛无改变。伊钱借人，毋是为着利息，伊无受保罗陷害无辜的人。做这款代志的人会永远徛在。感谢主拣选阮来军队，
求主帮助阮时刻记得改变的重要，甲要求，互阮会当伫生活中来追求良善，来见证阮是主的学生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